昆虫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族群，佢哋满哪嘢都有，长长的身影总是像人哋的目光。台湾昆虫王国度的生物众多，人哋三无马了嘅佢哋。佢哋送來嗰啲乜嘅用嘅秘密生法咧，就本人哋靠下出發，潛看下看在人身邊嘅蟲誒。蟲誒，抗引擎。高原地度最值常人注意嘅蟲誒，就是麻古山。而睇，那係佢條太上蒼，學教任何一隻骨頭都睇得到佢條亮亮嘅果實。在台灣就得聽到差唔多61種嘅山黴嘅叫聲，各種山黴都生到無窮樣，韓國叫嘅聲咩無窮樣。講山黴條歌唱愛嘅樂曲，就是希望上馬嘅話減來，完成結婚公子嘅大事。你點唔知佢條嘅聲用不暗亮？兩隻秘密就藏在佢條嘅都市度。山黴嘅都市度有一隻發音機，佢會當家一勾一表發出聲。嗰條個空空嘅都市老上表態，那就像係用鼓槌來敲鼓皮。利用太太嘅鼓聲敲鳴發出聲。其實，山黴嘅貴姓人大部分嘅時間都在天涯大廈生活。馬嘅山黴在樹塊上生來，幼蟲撲出來會跌到天涯下，轉到天涯大廈失樹根。經過失敗嘅退學，將會在熱天嘅暗部頭鑽出天來，以化成蟲。會以化嘅幼蟲，一般會到下肚後嘅暗部頭，三忙鑽出天來，用佢條嘅前腳向高揭。前面會到一隻黑硬嘅樹塊，準備以化。這樣時係山黴最危險嘅時節，因為佢哋唔單止冇土地嘅保護，還會留硬硬嘅殼退下來，本全新嘅身體走出來。這段時間特別長，佢愛耐心用身體嘅水分留意打開來。等腦背軟軟嘅骨頭天天嘅走，變到較硬，到天光咧，將做得打開一閉起來。下一擺，在學校也係公園聽到了好聽嘅歌曲嘅時節，千萬唔好唔記得我頭來看了熱天嘅音樂家，本記得一系列獎賞哦。